前一阵啊，这个狂热风台是升等台南沿海八城的蚵病，今嘛连面搁来一个天土风台，农民敢若会当将大批的蚵病先放伫咧港内，就惊一改又搁损失惨重。规排蚵仔病全部囥伫港口内面，蚵仔农看到大海嘛无啥物办法，因为即次是拄着饲蚵仔事业的寒冬。顶一粒风台用安尼哦，真大啊，要惊死啊，要做也毋是，毋做也毋是，蚵仔会死啊，搁逐项，搁这天然的灾害哦，这实在足歹讲啦。过去每当的7月到9月是台南蚵仔的静养期，要撇开风台的威胁，但是无想到10月放养了后，搁拄着空对风台来，如今想要进来，又搁拄着后一个风台来，到底敢要放养，嘛互蚵仔农伤脑筋。像老一辈做蚵仔做较久，嘛捌拄过这种问题。这一次真的是重创啦，106百，都要剩10几百尔。台南沿海放养的蚵仔病，集中伫个南区、安平甲安南区，空对风台是毁损了5700多坪，占了8成。只有养殖伫个适湖的蚵仔病是无受影响。对此，市府嘛补助每一批1000块，中央阁补助5000块，希望会当协助蚵仔农渡过难关。对于海上的这个科棚还有锚定的部分记得把它增加锚定增加固定这样子避免说被台风有侵袭的时候造成受损。那另外，您若外海有科苗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建议是不是先暂时把它收进来。随着天土风台路径渐渐靠近，一旦发布路径，内里禁界区嘛将会禁止出入港口。渔港所嘛呼吁，趁过有一段时间，呼吁蚵仔农赶紧做好防护，减少损失。记者郑云台报道。